今日我要去深圳華強路換美攻略。我依家喺羅湖關口，準備過關。我哋要搭1號線，由羅湖站前往華強路站。我哋到咗華強路站，依家要去出口 B， 步行前往世紀匯廣場門外，步行時間約3分鐘。我哋要搭扶手電梯上 G 樓，步行出門外。我嚟嘅日子係星期5，應該會比較少人啲。到咗換美攻略啦，我們入去先。我先玩1樓個電車遊戲。遊戲充滿動感，不太刺激，適合所有年齡層遊玩。就嚟還完了，我一直都係包尾，真係不好彩。跟住要換2樓的卡丁車，大家如果帶着小朋友玩呢個遊戲，記住，只有1.3米或以上高的小朋友只可以玩呢個遊戲。玩卡丁車之前，工作人員會要求你去佩戴裝備。玩完卡丁車後，我去咗3樓射箭。遊戲規則簡單，只要用奧運射擊槍瞄準橙色嘅目標裡面嘅黑點，越接近越高分。請訂閱我嘅頻道 ，Like and subscribe。之後，我去咗定飛鏢，飛鏢刺激好玩，超推超推。哎呀 ，miss 咗添！桌球就喺2樓，我去打咗一陣，那裡仲設有兒童桌球棒，非常之適合家長同小朋友一起玩呢。隔離仲有同 I 捉棋 ，AI 絕對唔讓呢。最後仲打成平局，AI 真的很厲害。
係位於1樓嘅躍動格子，遊戲非常刺激，綠色為安全格，紅色扣1分，藍色加1分。跟住我們去咗玩保齡球。保齡球位於落坑。保齡球位於2樓，要穿指定的一次性襪子同穿指定在用的鞋。又落坑。我先玩1樓個電車遊戲。耶！第1名贏咗，好開心。依家帶你出去食夜晚啦！我哋到咗潮發潮汕牛肉店食夜晚。我自己做嘅辣椒醬，點牛肉好好食，大家可以根據我打的材料弄這個醬。呢度嘅牛肉好好食，我點了鮮和牛同雪花牛肉，會唔會太多呢？食完晚飯，返香港咯。我哋要搭1號線，由華強路搭去羅湖。
今日真的好好玩，你哋都來玩啊！